仲喺度喂，兩地牌煩惱啊！而家總計137萬就可以喺珠海環宇城旁邊攞低一套咁靚嘅精裝修5房啊！你冇聽錯嚇，你睇咁靚嘅法式園林小區，下邊園林有10萬平方嚇。喂，注意啦！125平方做到5房，入門口仲有個養貓貓嘅貓貓房啊！嗱，鏡頭跟過嚟睇下，貓貓房幾靚嚇。然之後再過嚟咧，呢個入戶嘅書房都係送嘅面積啊，超級靚咯啊！然之後一家人嚟住，3個洗手間絕對夠用啦。然之後我哋樓下去拱北口岸只需要15分鐘嘅車程嘅啫，去港珠澳大橋18分鐘，首期10萬蚊，月供5000蚊左右啫嚇，主人房套間嚟嘅啊！如果覺得咁都仲唔夠啊？送家電6件套，再送埋車位，兩地牌都係送嘅。